刚刚上完通告，我现在打算来挑一个送正浩的七夕礼物。Hello，B 站的大家你好啊，我是李正浩，今天呢要来这边帮沈俊挑一下他的七夕情人节礼物。Let's go。他平常穿衣风格其实跟 Uniqlo 蛮像，那种文青简单的风格，素素的，没有太多花样，应该会有他喜欢的。想要买家具类的东西，或者是送给他一个太阳眼镜。上次虽然录影的时候有看到他戴，但是感觉他还可以再戴一个更好看的。挑眼镜的准则是什么？自己戴起来好看吗？对，这个一定很适合我，很适合正浩。哦，感觉这个是他会喜欢的，简单的西装外套，比较宽松一点的版型。这种衬衫580，我记得他好像没有这一种的衣服，他穿一件这个应该也蛮好看的。这一种比较适合他，比较大地色系，他应该会比较喜欢。他的衣柜颜色非常的简单，这一种颜色，然后黑色、白色、灰色，差不多就这几种。还是我直接买那个情侣装，买我自己也有礼物。这个颜色很好看的，是不是跟我今天的西装很像？可是我不知道它 size 可能是这种。这个毯子，感觉它需要大件一点，它连袖子都要穿很长的，因为他说他这样子比较有安全感。毛毯好像 OK 耶，我看他蛮怕的，好像很不错，纳入考量。我刚刚又看到一个新的，我觉得要送他护手霜。我们在拍戏的时候，其实我们两个手都会很干，然后我都会借他护手霜。唇膏怎么样？我们两个都是很属于要用唇膏的，所以反正就送给他，偶尔我也可以跟他借来用。怎么办？我发现买情侣的礼物好烧脑。香氛的感觉很赞。你知道他平常喜欢什么的香味吗？他喜欢清香吧，他感觉就不是一个很浓烈的人。这是什么？就是把那个精油淋在上面，它就会有香味，是不是？这好酷哦，蛮有趣的。我第一次看到这种东西，感觉很不错哎。他其实在家里也会煮饭，还是我送他一套餐具。他会开心吗？跟人爆料一件事，他今天就是把他自己在家里准备午餐，放在一个便当盒，放在那个书包里面，超可爱的。餐具其实也不错，平常他每天都在做菜，用到的几率应该蛮高的。只是这些好像都不是他会喜欢的，他感觉应该是那种素色、日式质感的那种。他就是一个很讲究生活、讲究质感的男子。我现在来看一下他们这个楼层有卖什么。然后我刚刚看到一个保养香氛，我觉得我买一个香氛给他，这样他在家里不管怎么样，闻到那个味道都可以惹到我。哦，这个蛮香的。哦，这也太香了吧！我觉得他应该喜欢这种味道。对。你们是要玩交换礼物吗？我准备好了，那我可以现场打开吗？可以。迫不及待。迫不及待。这什么啊？很有质感。旁边还有一个小卡。对。香香的环境给你每天好心情。你知道它是什么吗？是香香的东西。确实。很多层，很多层，非常多层。为什么我打开然后我还不知道它是什么？很香的。这是木炭还是石头哦？什么意思？所以这个东西是？它是精油，这个叫扩香石。我上次知道你家有那个一支，但这个你家应该没有。而且你不是很喜欢有质感的东西吗？然后就会香香。谢谢你。好了，要问我了。我跟你说，我们算了，我先不要说好了。好，你自己猜就知道了。还先放到来拿出来。好，我直接拿。等一下，外面有一个卡片，你要欣赏。七夕情人节快乐 ，Love you。你知道这个卡片是你当初红茶小天使？是的，很有感。等一下，你先猜大概是什么？要玩这个，一个高高瘦瘦，一个矮矮胖胖。它很香它很香，对不对？该不会也是类似的吧？那你直接打开好了。好，第一个拿出来是这个。
不许到这边。是的，就是想让你有时候会跟我一样干干的，买一个可以让你就是润一下。它是用什么天然的西瓜皮，所以它会有一点淡淡的西瓜。我就让它。哎，好香哦！好香，对不对？而且它很润。怎么样？不错吧？我觉得光味道我就100分。我们真的柠檬，很有热气。香氛蜡烛。是的。而且我跟你家里有这个香氛蜡烛，就是我很喜欢的蜡烛。超是不是很香？超级，这个味道是不是你喜欢的？就是这种我喜欢这种天然，是不是？我那时候一闻就说这就是你的味道。哎，真的有哎，是不是很香？哎，很好闻，讲有点像那种刚洗完澡出去的那个香味，对不对？因为我知道你不喜欢太重的香水味，是不是？然后我跟你讲过吗？没有，我自己观察的，因为你不喷香水。这么细小，哎，真的很香。真的，你很喜欢这个味道？对，我这个味道我也很喜欢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大成功，大成功。情人节快乐。